你以為火箭發射係最精密嘅科技結晶？錯，原來一部幾千蚊嘅玩具無人機就足以令成個發射場癱瘓，白白燒掉幾百萬美金。呢單新聞講嘅就係美國多個火箭發射場成日俾啲唔知邊度飛嚟嘅無人機搞到要緊急終止任務，官方仲死撐話係不可預見嘅空域風險，講呢啲根本係空域管理同偵測系統廢到無倫。佢哋嘅防禦漏洞就好似你屋企裝滿防盜 CCTV， 但原來隻貓行過都會觸發警報，搞到成日要拉大隊疏散一樣咁低能。去到呢度，等我做個總結，連最基本嘅低空飛行物都監控唔到，仲話要搞星際商業？啲錢與其燒喺火箭燃料度，不如拎去買多幾部正常嘅雷達啦，搵食啫，唔好當啲投資者係水魚，抵死。呢集嘅分析就講到呢度，想睇更多深入嘅專題報道，訂閱與否隨你，但我哋嘅更新係最硬核嘅。下集見。